来到出门佚佗，嘛会加补充水分，因为水真要紧，爱维持规律的生活。卫福部上届新的统计就显示讲，脑血管疾病是咱国人4大死因，这超过12000人，而且呢3冠一直有少年化的趋势。随着这少年人生活呢无规律，压力较大，水佫啉了较少，有可能造成呢血液较苦，引起脑中风。所以讲，医生就提醒讲，咱乡亲一定要定时维持这个量血压的习惯。一旦你的收缩压若超过80，建议赶紧去找医生。血压正悬，随倒伫咧涂骹，即嘛愈来愈侪少年人会脑中风。年轻人也会中风，这个观念要有了。刚刚提到8%到10%左右，年轻人最多的高血压原因还是三高没有控制好。根据卫福部上新统计，脑血管疾病死去已经来到第4大死因，死亡人数超过12000人，创下12年来新高，而且每5个人都有一个是少年仔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歌手王伟前50岁时阵雄雄跋倒，脑出血，昏迷不醒。当你的肌肉太僵硬的时候呢，就代表说它可能缺乏了弹性。37岁健身教练金马爸爸主年嘛中风。生活习惯太萎靡然后也许烟酒，也许疲劳，也许那个都不在乎这个三高，认为自己年轻，一旦中风呢还会有第2次哦。少年仔平常时做工过压力大，连到半暝嘛唔甘困，想要预防脑中风，一定要加啉水，才袂互你的血收落。天的水分摄取，我们建议是能够每天是1500cc，1个小时内那至少要喝个250cc。除了加啉水，嘛要食较正咧。医师嘛建议，逐工出门前上爱惯性量血压，收缩压超过80就要注意，建议定期食高血压的药啊，才能做好预防。